想同你傾下，有啲嘢你可能熟口熟面，但未必講過出口。你試過冇啊？心入面好似有啲隱隱約約嘅感覺，唔算痛，就好似有把細聲咁。份工做得唔錯，大家期望你做嘅，你都搞掂晒，甚至有人會話你成功咗，但係呢，總覺得仲欠咗啲咩，好似條雲喺度推你，問就得咁多？唔係貪心，唔係想要多啲嘢，係心底度覺得自己應該係為咗創作而生，留低啲痕跡，留低啲有意義嘅嘢。我覺得呢種感覺其實係份禮物，唔係要修正嘅問題，係證明你仲在推動，說明你唔係淨係為舒服而活，你係為咗創作而生。唔係個個都會畫畫、寫嘢、唱歌，但人人都會創作。你創作時刻、創作空間、創作主意、答案、美，每次你咁做，你心入面嘅某部分就醒返。所以今日我想邀請你試下探索下，唔好有壓力，唔好有負擔，就帶住啲好奇心，要係使命，唔係追緊，而係釋放心入面嘅呢。要係答案就係你嘅創作力呢。我想同你講一個人，你應該聽過，山莊新微博士，攞過諾貝爾獎，但佢嘅故事唔係天才嗰種。佢本來係外科醫生，但覺得自己手勢唔夠好，於是轉去做研究，專注一個大問題，一個好有創意嘅問題：細胞可唔可以逆轉時間？腦細胞可唔可以變翻年輕？當時人人都話冇可能。佢失敗咗好多年，但係佢冇停，就好似真嘅工匠，死心塌地咁堅持。終於佢突破咗，揾到方法，唔單止係發現，仲係創造。佢重組咗生命本身。而家佢嘅研究幫緊成個世界，為好多疾病帶嚟希望。佢俾咗人類一個新嘅治療工具。佢嘅人生唔係為舒服，係為使命，為創造嘅目的。佢解開咗一道謎，為咗大家。佢嘅故事提醒我哋，心入面嗰份想創造嘅渴望，會帶你走去一個幫到人嘅人生，一個有意義嘅人生。你知唔知？其實望下就明，望下個世界，望一片雪花，冇兩片係一樣㗎。再抬頭望夜空嘅銀河，咁大又咁靚，宇宙唔係亂嚟嘅，亦都唔係死實嘅，感覺好似活住，不斷咁展示創造，好似一幅震撼嘅藝術品。最神奇嘅係，原來我哋都喺入面，我哋可以停低腳步，講句哇幾靚啊！但係唔止咁，我哋仲可以加落去，我哋都可以創造，寫啲新嘅音樂。講啲咁動人嘅故事，砌新嘢，設計花園，寫大碼，揾新方法去治療。呢啲唔係偶然，創造嘅衝動喺亂局中揾秩序，從冇變有嘅美感，全部都喺我哋入面寫咗落 DNA 度。好多古老智慧都講，人係照住偉大創造者嘅樣做，可能真係咁。當我哋唔創造，就好似欠咗啲乜。嗰份坐唔定嘅感覺，可能就係個設計，叫你繼續向前行。同你講個簡單畫面啦，人有兩部分，第一就係入邊住喺嗰個人，嗰個先真正正嘅你嘅靈魂，你嘅心入邊有夢想，有諗法，想揾意義。第二就係間屋，即係你嘅身體，你而家嘅生活。屋有需要。真嘅需要，要食，要瞓，要安全，要揾工先有保障。有時仲想裝修升級下，過好啲，呢啲都冇錯，好自然。但問題就係，我哋好容易變成全職屋管理員，日日又長，擔心供樓，仲同隔離屋比，所有精力都用晒喺度。結果點？入邊嗰個人被人忘咗，真嘅你個有創意嘅靈魂，淨係靜靜坐喺黑暗入面。被冷落，外邊睇落幾體面，入邊卻瞓着咗，所以先會心神不寧，好似缺少咩咁。其實就係入邊嗰個人，等你記翻起佢仲喺度。咁我哋可以點做？
點樣為入面嗰個住客開燈？由細又簡單嘅步驟開始，唔係要嚟個大轉變。首先睇下你嘅時間，睇下你一個星期幾多鐘用嚟打理屋企、返工、家務，喺手機度滑嚟滑去，又有幾多鐘用嚟創作、寫嘢、整嘢、解難，同自己誠實啲，唔使辭職㗎，由好細開始就得。創造力好似肌肉，要經常操練，每日試下做30分鐘，或者週末幾個鐘都得。做個細 project，學樣新技能，寫低你嘅諗法，試下轉個角色，由消費者變做創造者，唔好只係睇煮食節目，試下整新菜式，唔好只係聽 podcast，寫低你嘅諗法，記住工匠精神，即係職人功夫同埋專注。對工作要投入，留意細節，要有耐性，對你做嘅事有少少自豪，工作、興趣或者關係都得。最後問啲好問題俾自己，嗰啲可以幫你揾到 Ikigai 嘅問題。我中意啲咩？咩會令我忘記時間？我擅長啲乜？人哋見到我有乜技能？世界需要啲乜？啲咩問題會觸動我心？就係咁開始，一步一步嚟。咁嘅情況啦，天空唔係限制，從來都唔係。山中老師唔係淨係攞咗個獎，佢開咗扇門，話俾我哋知，靜靜出現嘅一個諗法都可以改變一切。可能你嘅諗法攞唔到獎，可能會上新聞，但仍然可以治癒人，可以重要，可能係俾人第2次機會嘅生意，可能係俾人覺得自己被睇見嘅故事，可能只係你愛家人嘅方式，呢啲都係創造。唔好淨係將生活圍繞住管理屋企、交賬單、做 checklist， 唔重要，但係唔係全部。有更深嘅嘢一直喺度等你嘅 Ikigai，你嘅使命。佢唔嘈唔逼人，好靜，好似雪下嘅種，竹林入邊嘅微風。由細做起，由而家做起，唔需要完美計劃，少少勇氣就得。留少少空間問自己，我係咪生嚟要創造呢啲？如果你想知上帝喺邊，可能係佢俾咗你嗰火花，可能佢一直等你問。唔好用壓力，唔好用驚，只係誠實。準備好就試下講，上帝，如果呢樣嘢係真，就讓佢係開始，就咁，冇華麗嘅說話，冇大承諾，只係細語。可能呢個細語會被聽到。繼續行啦，繼續諗啦，你唔係一個人。有啲人覺得上帝好似一個智慧嘅朋友，同佢哋一齊走過人生，帶嚟希望，好似春天嘅第一朵櫻花咁。你想唔想今日同我同上帝傾偈，就好似同朋友傾偈咁？主耶穌，我承認我的罪，並尋求你的寬恕。我願遠離罪惡，並邀請你進入我的心靈和生命。我願意信靠並跟隨你，成為我的主和救主。請幫助我理解你的愛與恩典。我需要你的指引來真正改變我的心靈，更新我的思想。請引導我，使我的行為符合你的旨意和我生命的目的。奉耶穌的名祈禱，阿門。